屬猴嘅朋友，2026年最緊要2個字，喐動。嗱，財星咧就非常之閃爍啦，咁你見到咧，哇，好開心啊！因為動中原來可以求財嘅喎，越係喐動得多，越係頭腦轉得快咧，你就越揾到錢啦。嗱，肯行出去咧，機會會更加多，所以要擴散你嘅人際圈啦。嗱，事業方面咧，今年由於有喐動嘅一個動數氣場喺度流動緊啦，咁好多時會覺得，由於我願意動腦筋或者係行出一啲新嘅一啲圈子，會令到我有好多嘅機會嘅喎。嗱，你記住啊，變動對於你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㗎。再加上咧，如果你肯行出改變嘅第一步，自然你就會睇到轉機啦。感情方面咧就要注意啦，今年容易咧就有落寞嘅情懷喎，去到熱鬧嘅地方都會覺得自己內心好冷清啊。嗱，單身嘅朋友啦，揾伴侶嘅機會就唔算太多，因為即使有異性出現咧，都會覺得唔能夠長久，好似曇花一現咁樣。但係千祈唔好心急，最緊要遇到啱嘅人。嗱，拍緊拖嘅朋友啦，凡事都要同伴侶要有商有量，多啲溝通，自然就會減少好多誤會㗎啦。嗱，健康方面要多啲關注長輩嘅健康啦，特別老人家咧係中意晚輩陪佢傾偈嘅，所以記得抽啲時間關心下屋企嘅長者，陪伴先係最長情嘅對白。嗱，自己嘅手手腳腳啊、筋骨啊嗰啲都要多啲拉伸下喎。記住啊，如果長期都係一個坐姿唔變姿勢嘅話，可能個腰都會有啲唔舒服嘅喎。當然啦，最緊要就係搬抬嘅時候都要錫住自己嘅腰骨啦。嗱，喺馬年裏邊祝屬猴嘅朋友可以馬年龍馬精神，馬年添財。